佢令司徒華終身不娶。司徒華形容佢似劉曉慶，27年嚟一直將佢埋藏喺心底。佢叫做黃少容，係英文老師。司徒華每年重陽都同學生嚟拜祭佢，生命幾乎走到盡頭，華叔先至透露黃少容就係佢早逝嘅情人，更加罕有咁感觸落淚。1961年，佢哋喺啱啱開校嘅國師校友會觀塘學校負責教會考班，女嘅教英文，男嘅教中數。黃少容俾學生蝦到喊，華叔出頭將曳學生教到貼貼服服。3年嚟日對夜對，約會過一次，女方就拒絕再交往。1973年，華叔先至知佢患咗罕見縮窄性心包炎，兩個人一度復合同遊台灣，但係冇耐佢再提分手。10年後，華叔先至由學生嘅口中知道黃少容嘅死訊，原來佢當年擔心冇辦法生育同埋短命，怕負累華叔。華叔喺呢一間學校一直做到92年退休，一路都係獨生。學校喺05年被殺校，如今校舍空空如也。